嗱，伊朗咧係可以咁講，個政權係面對非常之大嘅危機，咁咧可以咁講，可能咧係搖搖欲墜嘅。嗱，究竟美國同埋以色列會點諗咧？以色列會點樣係去希望美國幫手啦？會唔會呢個時候做低伊朗，趁佢病攞佢命咧？嗱，伊朗政權咧係面對住非常之大嘅一個風險，即係倒台嘅風險。嗱，琴日即係話咧，去到星期日咧，咁情況好翻少少。嗱，伊朗咧繼續禁網，即係繼續禁止咧個網絡咧係可以通行，咁甚至係嘗試攔截咧呢個 Starlink 嘅。咁另外咧，德黑蘭咧，琴晚咧喺街道上邊咧亦都熄晒所有燈，咁即係話除咗冇網絡之外咧，亦都冇燈光。咁但係咧，而家嘅影像見到咧，琴日德黑蘭仍然有和平示威嘅，不過咧就少咗放火。咁咧星期六、星期五嘅情況比較混亂，比較嚴重。星期五就有開槍，星期六咧保安部隊已經咧係冇辦法咧係再繼續鎮壓啦，已經咧係匿埋咗喺自己嘅竇裏邊。咁咧就變咗咧喺街上邊啦，喺呢個城市裏邊啦，都出現放火啊啲咁嘅情況。星期日咧情況就穩定翻少少，而家傳出嚟德黑蘭嘅影片咧係一個和平嘅一個遊行示威嚟嘅。咁咧其中一段影片見到咧，只因為佢個街燈都已經熄晒，所以大家用手提電話咧係咁樣揸住行，咁所以見到啲光嘅。嗱，而家伊朗嘅神權啊，即係哈梅內伊嘅神權啦，伊斯蘭革命之後，由伊斯蘭嘅一個咧就係咧教派教會啦，組成一個政權。咁咧佢係喺呢個咧就執政機構，即係話咧喺呢一個咧行政機構之上嘅。嗱，我哋咧見到中國大陸就黨政軍啦，見到北韓咧就係咧軍黨政。好啦，喺伊朗咧就係宗教啊，教政啊，唔係政教，係教政。教喺政上面，教會喺政府上邊。好啦，喺呢一個咁嘅結構下邊咧，咁呢一個咧哈梅內伊咧就係伊朗嘅最高領袖，唔係精神領袖，係最高領袖。喺一啲重大決策上邊咧，係需要專業委員會通過，亦都咧個專業委員會咧係哈梅內伊委任嘅，唔係哈梅內伊話得就得，係專業委員會話得就得。而專業委員會就哈梅內伊控制嘅，所以咧哈梅內伊某程度上咧就係伊朗嘅最高領袖，都唔使講話精神領袖，係最高實權嘅領袖，係實權唔係精神。好啦，而咧特別講講伊朗嘅一個情況，大家咧認知嘅伊朗就係波斯啦，係咪？伊朗就係波斯啦，但係其實咧伊朗唔係淨係波斯啊，原來咧伊朗嘅版圖當中咧喺呢一個咧西北嘅角同埋東南咧兩個角落咧都唔係波斯人嚟㗎，佢哋分別咧喺南嘅角落咧，即係西南嘅角、東南嘅角落咧，sorry啊，東南嘅角落咧就係呢一個咧巴魯茲人。巴魯茲咧就係咧喺巴基斯坦巴魯茲分離主義嗰種巴魯茲人。嗱，佢哋咧長期想獨立嘅，咁咧就係會用呢個恐怖襲擊咧去希望達至獨立嘅訴求。但係佢哋大部分巴魯茲人咧都係住喺巴基斯坦嗰邊嘅，而喺伊朗呢一邊咧，佢哋相對貧瘠嘅土地咧住嘅人口比較稀少嘅。好啦，喺呢個西北角啦，咁就係咧係住咗阿塞拜疆人啦，住咗喺沿海嘅近住阿拉伯嘅阿拉伯人啦。嗱，原來佢哋咧都係少數民族嚟㗎。嗱，但係喺伊朗咧，佢因為係呢一個咧係咧宗教擺頭，政府擺下，而伊朗嘅宗教就係伊斯蘭教。伊斯蘭對於呢個宗教呢個種族咧，其實係相對平穩，即係話相對咧係公平嘅。嗱，伊斯蘭嘅教義就認為，無論你係乜嘢人，無論你係咩種族，無論你咩講咩語言咩膚色，只要你係信真主咧，你就係人上人，你就係上等人，你就係咧係高一格嘅人。嗱，唔係睇種族嘅。嗱，所以咧喺呢個伊朗長期喺呢一個咧係宗教嘅一個薰陶之下咧，佢哋人之間種族之間咧係比較咧係少咧喺種族上面嘅主義。好啦，即係話咧宗教本身係成功壓制咗種族主義。好啦，但係咧喺呢一個咧同一時間啦，喺呢個阿塞拜疆族同埋波斯族之間咧，佢哋通婚嘅情況係非常普遍嘅。嗱，例如佢哋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啦，佢媽媽咧就係呢個波斯人，而咧個爸爸咧就係阿塞拜疆人，所以哈梅內伊嘅精神領袖咧，其實係一半咧就係一個阿塞拜疆人嚟嘅。而另一方面咧，就係呢一個伊朗而家總統啦，帕塞基安啦。嗱，帕塞基安其實係呢個咧阿塞拜疆裔嘅，係呢一個咧突厥裔人嚟嘅。好啦，喺伊朗咧，佢哋唔會覺得呢個種族咧係一個咧阻礙，亦都唔係一個咧要歧視或者要分開、要 separate、要 fragment 嘅一個咧因素。所以咧，對於伊朗嚟講咧，目前啊，佢哋唔同嘅種族係撈得埋嘅。嗱，伊朗人當中有波斯裔嘅，大概佔一半啊，大概啫。而咧就係呢一個阿塞拜疆裔咧，就大概佔咧係1/4，即係25%。嗱，剩翻嘅咧就係咧比較少嘅幾個 percent 嘅阿拉伯人啊，或者咧巴魯茲人啊，或者喺呢個咧係咧沿住紅海、沿住呢個咧地中海嘅其他種族。嗱，但係咧佢哋互相之間咧係有通婚嘅，尤其是阿塞拜疆裔同波斯裔咧，喺呢一個阿塞拜疆裔聚居嘅最南端咧，就其實係首都德黑蘭啦。咁所以就首都德黑蘭咧，其實咧
有1/4係阿塞拜疆人，亦都好多咧係阿塞拜疆同埋咧呢一個波斯人混合嘅混血兒，就好似咧呢一個咧就哈梅內伊，佢本身就一半嘅阿塞拜疆人，一半嘅波斯人。好啦，但係嚟緊嗱，如果美國或者如果波斯係或者咧，如果伊朗係出現咗咧政權更替嗱，而家我哋可以見到啦，你喺 Facebook 上邊喺呢個 X 上邊啦，即係個 Twitter 上邊啦，你會見到咧。係幾多伊朗而家咧反對派嘅宣傳咧，係希望回復翻咧係獅子太陽旗，希望翻回復翻咧都係波斯嘅一個咧文化。你會見到咧喺佢哋嗰個咧紀念塔下邊咧，咁咧著住波斯衣服嘅女仔咧跳舞啦，佢唱波斯嘅歌曲啦，即係波斯嘅一個咧係戰歌啦，又或者咧係歌頌波斯嘅歌曲啦。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巴列維王朝嘅特色嚟㗎，因為巴列維王朝咧係大波斯主義。嗱，當時咧其實伊朗嘅一個咧係咧就係伊斯蘭革命啦。嗱，當中咧唔係由教士帶領㗎。當中咧，其實係主要由阿塞拜疆裔帶領嘅嗱，因為喺巴列維王朝嗰時候咧，其實伊朗咧係比較鎮壓阿塞拜疆裔，係比較咧喺種族方面咧係出現分歧嘅，而當中咧係喺呢一個咧喺種族之間嘅矛盾咧係比較清楚激烈嘅，所以咧喺呢一個咧係當時係伊斯蘭革命前嘅一個伊朗咧，其實當時咧係伊朗人咧係對於咧係呢一個巴列維王朝大波斯主義。當中唔係波斯裔嚟啦嘛，成個伊朗有一半唔係波斯裔嘅，佢哋咧係反抗力係好大嘅。嗱，呢一個咧喺呢一個伊斯蘭革命咧，其實阿塞拜疆裔咧係扮演一個非常重大角色。所以而家喺革命衛隊啦，喺軍隊裏邊啦，喺政府機構啦，喺佢哋嘅一個咧係一個議會裏邊咧，都好多純阿塞拜疆裔嘅人嘅。好啦，佢哋已經融入咗波斯，但係咧。如果巴列維回潮啦，而家巴列維嘅宣傳都係比較集中於波斯，係咧完全咧冇考慮其他民族嘅，係用波斯呢個大波斯主義咧，係希望可以咧凝聚翻而家波斯人。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好簡單嘅啫。咁出現嘅效果咧，就巴列維如果回潮嘅話，或者要繼續更加咧係多呢個巴列維形式嘅一個咧係宣傳咧，嗱嘅效果就會導致咧就係伊朗咧會出現咗係呢一個阿塞拜疆人同埋波斯人之間嘅分歧。嗱，結果就會出現咧係鬧獨立同內戰。呢一個咧阿塞拜疆咧本身就係一個獨立國家，阿塞拜疆而且係豐富嘅石油生產，係幾有錢嘅。阿塞拜疆同亞美尼亞之間嘅戰爭，呢一個咧基督教同埋咧就係一個回教之間國家嘅戰爭咧，阿塞拜疆係撳住亞美尼亞嚟打嘅，因為佢哋石油輸出咧係令到佢哋擁有國家嘅財富，擁有一個比較強大嘅軍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當伊朗嘅政權倒台，當呢一個咧就係伊朗嘅神權倒台嘅話咧，其實可容易想像嘅，阿塞拜疆可能會鬧獨立，可能咧會出現咗咧阿塞拜疆裔嘅一個咧就係軍閥，又或者可能出現咧就係阿塞拜疆裔嘅一個勢力。咁咧伊朗咧4分5裂嘅情況好大嘅。好啦，琴日星期日咧，伊朗嘅情況咧就比星期六好啲。嗱，星期六咧都係基本上咧係接近無政府狀態嘅，尤其是夜晚。但係星期日咧可以咁講，個遊行咧都係有秩序嘅。我哋見到個影片放出嚟咧，遊行係有秩序地進行嘅。嗱，喺咁嘅情況，我哋見到啦，喺伊朗咧，而家有機會呢一個咧，伊朗嘅政府咧係可以咧控制翻局面。但係佢個原理係乜嘢咧？佢點解會出現咁大示威、咁大嘅反抗咧？其中一個誘發點就係伊朗嘅貨幣大幅貶值。嗱，當伊朗嘅貨幣大幅貶值啦，就導致咧就係伊朗人咧本身佢可以支配嘅一個財富咧係冇辦法可以支撐佢哋嘅生活。咁因為咁樣啦，所以佢哋咧就開始咗咧係抗議。但係長期嘅被制裁啦。伊朗嘅高通脹啦，因為咧佢哋糧食當中嘅包括咧飼料，包括咧就係肥料同埋包括飼料同埋穀物咧，都係靠入口嘅。咁所以咧佢哋咧係冇辦法自給自足。當如果伊朗幣值下跌，當伊朗出口冇辦法支持購買糧食，伊朗經濟自然差，通脹自然高。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最終會引起咧係無政府狀態。喺世界各地啦，個通脹去到爆發到不可收拾。當而家西方世界、美國、歐洲仍然繼續制裁伊朗，伊朗仍然冇辦法用石油換到咧係足夠財富買呢個食物。嗱，結果咧，伊朗嘅通脹咧就會繼續高企，超級高嘅通脹咧，最終就會令到國家進入無政府狀態，因為居民咧係冇辦法安穩咁生活，佢哋揾嘅支配嘅收入咧都冇辦法咧醫到自己嘅肚，冇辦法令到自己生存到。嗱，佢哋就會咧係進入無政府狀態。當個地區一進入無政府狀態咧，就會出現大革命。嗱，法國大革命咧。
都係喺通脹同埋都係喺咧係居民冇辦法溫飽之下咧係發生嘅。好啦，伊朗嘅一個咧就係咧革命咧，亦都係嘅。好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最終伊朗咧好大機會就好似敍利亞啦，好似也門咁樣，咁成為一個分裂嘅，而長期咧係雖然有個政府，但係又冇辦法控制全國嘅情況，好似利比亞、好似咧敍利亞、好似也門咁。嗱，呢一種形式嘅伊朗咧，對以色列係好嘅，因為佢唔強大，對以色列咧少咗一個咧就係競爭對手，少咗個威脅。對沙地阿拉伯都係好嘅，雖然沙地阿拉伯近年咧同伊朗咧係交好，即係咧有翻呢一個咧係喺北京牽頭之下咧有翻嘅外交關係。嗱，但係咧沙地阿拉伯始終認為伊朗可能係一個潛在威脅嚟嘅，因為本身啦就係伊朗嘅一個咧就係什葉派嘅形成咧，就係當時抗衡緊咧就係奧圖曼帝國嘅宗教嘅，即係大家唔同嘅，雖然係伊斯蘭教有唔同嘅派系，當時咧其實係抵擋嘅。變咗什葉派本身咧同遜尼派咧有天生一個抵擋嘅一個咧就係咧基因嘅。好啦，無論如何啦，伊朗咧係有機會咧係倒台嘅。嗱，美國咧會唔會插手咧？嗱，伊朗嘅情況會唔會穩定翻落嚟咧？嗱，穩定翻落嚟，你都要諗到點樣可以令到咧公民溫飽嘅。嗱，如果公民揾嘅錢、支配嘅收入同財富冇辦法可以保持住自己嘅生存，冇辦法買到足夠糧食，嗱，結果咧佢哋仍然會繼續咧係傾向於走向於無政府狀態。一去到無政府狀態，咁咧伊朗嘅領袖咧就只能夠咧係揾地方逃走，都係咧坐直升機走，好似菲律賓當時馬可斯咁樣。嗱，結果咧就會咧係成為一個失敗政權。好啦，伊朗跟住可能就會進入四分五裂嘅情況。好啦，喺呢個世界嘅變局當中啦，我早年講過，上個禮拜講過㗎。其實而家咧就係有人啦，譬如國內人啦，或者香港左派啦，都會認為咧，特朗普而家行緊新嘅美國帝國主義、新嘅美帝主義，都係想支配全球嘅。嗱，其實佢唔係嘅，佢而家係堅逼緊喺南北美加勒比海、南北美洲加勒比海，堅逼緊喺格陵蘭，即係咧喺呢個北極圈嘅一個大範圍，堅逼緊喺西非。佢圍住啲地方咧，就要啲地方咧係喺個經濟同埋聯繫當中咧係鞏固，希望堅逼。外邊咧係嘢嚟嘅，佢希望清嘢嘅。當然佢而家唔係打啦，但係外邊越亂越好，越互相殘殺，互相之間打鬥，互相之間矛盾就越對美國有利。咁美國就可以咧喺佢 decay 緊嘅國力，即係喺佢咧係失去緊控制，或者咧而喺度衰弱緊嘅國力當中咧，可以維護佢自己喺世界嘅領導地位。而如果中國咧係跌落漩渦，喺而家嘅野啊，美國見咗逼啦，又逼。而家野外咧係周圍咧係同唔同，譬如日本之間鬥。結果中國咧可能失咗招，喺經濟發展方面咧失咗招。結果美國就有機會咧係又慢慢咧係拋離翻嘅。嗱，呢一個係世界大格局。喺伊朗喺呢一個咧就係咧格陵蘭。嗱，格陵蘭最新嘅情況嚇，咁歐洲咧決定插手啦。歐洲咧準備派軍隊進入丹麥嘅格陵蘭。咁即係話咧，美國咧唔可以隨時咧隨便咁咧係用君臨天下呢個形式咧去霸佔格陵蘭。嗱，特朗普選落好多嘅格陵蘭啦，包括咧就係話咧係用金錢引誘，而家喺格陵蘭上邊嘅大約6萬個愛斯基摩人，佢哋格陵蘭人係由佢哋去公投決定咧加入美國，人用金錢用護照理由佢哋。嗱，另一方面咧，特朗普亦都可以，因為格陵蘭嘅地方非常之大，可以君臨格陵蘭，跟住咧就係君臨咗控制咗格陵蘭之後，先同呢6萬人傾。好啦，呢個第二個可能性。嚟緊歐洲咧係防止咗呢個可能性出現，係準備咧係即刻派軍進入格陵蘭。嗱，跟住會出現咩情況咧？而家係兩個傳統盟友嘅對壘。嗱，所以咧呢個世界格局變咗，我哋唔能夠咧就再睇呢個世界剩翻中美博弈，亦都唔需要講嗱，而家美帝全世界聲討佢啦，唔需要嘅，堅逼美國喺度堅逼，我哋咪繼續喺自己地方堅逼咯。嗱，中意嘅其實咧，我其實真係坦白講嘅，格陵蘭可以搶嘅，格陵蘭而家其實咧。係雖然咧係丹麥擁有，但係格陵蘭人咧都唔希望自己做丹麥人嘅，所以佢係一個咧非常高度自治嘅區域嚟嘅。而格陵蘭咧有一個得天獨厚情況，就喺北極呢一個圈裏邊咧，格陵蘭咧係佔咗幾大地方嘅。而北極圈中間咧，其實咧就係並冇任何國家擁有。美陸呢個海洋法大陸假申言咧，都係冇辦法宣稱北極咧係任何國家嘅領土或者領海嚟。所以北極上嘅資源開發咧，其實可以係一個全球分享。嗱，如果美國係成功攞埋格陵蘭咧，係蟹鉗型咁咧鉗住咗呢一個咧北極圈，當加拿大相對脆弱嘅軍隊咧，美國支配住咧，就變成美國同俄羅斯嘅分享。俄羅斯咧係一邊，美國喺另一邊。嗱，中國大陸咧如果想去分享就難㗎啦，所以中國大陸咧都要想係咪應該即刻咧係開始咧全球合作機制，去點樣開放同埋分享北極嘅資源。